好好笑哦！嗨，特伟哥妹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看起来懂听的样子哦。咦，我们在看电视啊。不过看起来懂听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懂听就是很高兴，懂听的样子就是很高兴的样子。对呀，爱懂听，爱懂听哦！我要转卡通啊！不行啊，港妹，我刚刚那个还没看完呢。啊，我要转卡通啦！啊，不行，我要生气了。啊，等等啦，腿，不要发现，不要生气，你们两个应该互相礼让才对啊。对嘛，不要发看，不要发看。可是我说，港妹，你刚刚这样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就想转台，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哎。我觉得你应该要跟姐姐道歉。好了，思黎，对不起。好吧，我原谅你。懂听，懂听，很高兴。我最喜欢吃 cheese 蛋糕了。如果吃到好吃的 cheese 蛋糕，我一整天心情都会懂听。那你呢？爱懂听，爱懂听，吃到好吃的蛋糕，我的心情也会很开心啊。如果收到礼物很开心，你也可以说爱懂听，我好高兴。哇，如果收到礼物，我也会懂听。懂听，懂听，很高兴。懂听，很高兴，你记住了吗？懂听，学会了，很厉害哦！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